我虽然读了海专，可是我遇到了话剧社团，海专的话剧社团。那我2年级那时候加入，2年级加入的时候呢，当时创社的学长就成立了我们叫做演艺研究社，我们还不叫做话剧社，演艺研究社。那时候呢没有老师啊，可是刚好学长在外面也参加一些兰陵剧坊真善美剧团，去认识当时这个活跃于电台还有这个荧光幕上面那个李国修老师。那李国修老师一口就答应了，二话不说就直接来教我们这些完全不懂表演的人。那你看看他1、3、5来教我们，然后我们大概放学4点半，然后他直接教到7点半。教完之后呢，我们所有的社员还跟他一起去吃宵夜，然后他买单。所以你说这个人生际遇，我们学他的，用他的，吃他的，只差没睡他的。所以我就很感恩啊。这一路上就觉得很感恩。也给第下眼呢还可以讲韩国抖，因为那个开启了你事后的志向。那你小时候玩什么？我算是我到每个乡村每个城镇都是囡仔头王，就是孩子头王啊。比如说我因为我小时候是新竹出生，那因为爸爸妈妈是老师，爸爸是校长，那因为他调职的关系，我们全家就跟着搬到埔里，南投县的埔里镇。然后呢，5年之后呢，我爸又调职，又调回来台北。那我们举家又迁回来台北。那迁回来台北的时候呢，这个因为我在埔里学会了你想都想不到什么东西，赌博器具你知道吗？就是玩那种小孩子的赌博游戏，还有什么打弹珠啦、抱橡皮筋啦、玩纸牌啦，我都会。然后还有那个扑克牌自摸还有象棋自摸什么的都会。还有那个顶狗你应该没有听过，没有，一个砖块斜斜的，然后我们用那个硬币下来，然后滚越远的最远的那个吃第2家。反正一切都跟赌有关，都跟赌有关。然后我到了这个树林呢，我又把这些赌技然后什么玩牌的方式又带到这个村庄，然后所有的小朋友就哇，怎么那么好玩呢？人家赌嘛，有冇钱？就是买纸牌或者橡皮筋弹珠那几块钱就有了。这个童年好像还蛮有趣的哈。刚才呢，带下录音都也个郭哥的专业，试一下茶。好，我们喝个茶，休息一下。张来了。